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5月23号礼拜三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代表国民党参选台南市长的人选高思博总算正式定案。上午，伊选定伫咧全美戏院来向选民、来向市民朋友发表着伊的参选声明。伊来表示，虽然未来选战非常的困难，甚至被外界看作是无可能的任务，不过伊强调，伊看到机会，就是要拍破民进党长期执政的哑巴，要来互市民朋友过好生活。选伫23号下晡，国民党中常会将正式提名高思博来参选担任市长的时机。上午，伊伫竞选团队等支持者的陪同，选定全美戏院向市民报告伊参选的理念，了台南有全新的选择，也恢复台南重传统等等价值，来互市民过好日子。这个地方是我们很多台南人的共同的记忆啦。那尤其我跟这边一个画看板的一个老师傅哈，严师傅哈，我跟他非常有私交啊哈。那我是觉得这个我们的主轴之一啦，好，我这次出来选，当然也是我个人很强的一个动机哦，就是我认为要重传统啦，好，但台南的是一个重传统的所在啦。那我觉得在这里开可以凸显这一件事情哈。那刚好我知道这里以前也有人办过类似的活动，效果还蛮不错的哈，所以我就决定说，我们可以选在这里凸显这个意义哈。然后呢，一方面也让大家知道说。这个属于台南人共同记忆的老地方哈，很值得大家有空的时候来行行。当然，面对在野也至少有3位挑战者，而且情况拢无同，如何整合团结发展也各需要一站，所以只有委托市党部来进行。现阶段伊就是全力提升家己的知名度。我觉得我现在这个阶段的重点，我就是全力的拉抬自己的知名度跟市民对我的肯定哈。那至于这个其他的一起竞选的这些朋友哈我是觉得要看这一段时间的一些发展哦，再看看怎么样去进行团结哈，那当然甚至整合哈。我觉得现在这个事情可能还这个比较难讲哈，但是我是觉得在野联盟主要是说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想法好，但是大家在有些这个价值观或者是票源上面，不见得那么完全的一致了，好，所以这个事情可能要看看发展一阵子以后才比较好去论断，好，那现在就是如果要去进行相关的沟通，好，我们现在就是都委由党部去进行。高思博伫发表参选声明的记者会中，除了批评中央的执政，对着过去赖清德伫台南任内嘛强烈质疑台南成为新威权的核心，所以参选就是看到要拍破威权的机会。强调市民不是西瓜，而是主人。第一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地方法院伫咧今年3月底接受到台北地方法院的嘱托，执行着305名国民党党工债权人申请，要来查封着国民党的不动产。台南地方法院伫咧23号正式来执行，现场也聚集了侪国民党的议员甲党工。来表达因的不满。国民党因为财产被董山会来激动，侪退休的党工拢领袂到退休金，对此因向法院申请着查封国民党的不动产。台南地方法院23号下午也前往位伫咧中正路的市党部来进行陈述，但是现场也聚集了将近100名的民众，这位议员也到场表达因的心声。国民党市长参选人高思博也到场关心，并表示，这法律无法度解决，就要靠政治来解决。党工无辜，党工无辜，党产会非法，党产会非法，恳请还我劳工一条活路，恳请还我劳工一条活路。这个事情的起作俑者啦，全部都是党产会啦。因为国民党对这些退休党工，难道会不想照顾他们吗？
当然不是嘛，现在是雇主不管流动资产还是不动产都给你封掉的嘛，封掉的大家付不出这些退休党工的薪水，跟他付细匣嘛，所以他们不得已到法院去告，要拍卖财产来求偿嘛，对始终有种全部都是党产会啦，而且还有更一个恶劣的地方要跟大家特别讲清楚啊，党产会不但是查封啦，而且将来如果真的拍卖了，党产会还要分啦。所以劳工的这个财产照理说啦，雇主如果破产了，很多都是第一顺位啊。现在是党产会连人家劳工退休金啦，也要跟人家分啦。你看有没有这么恶劣的政府机关啦？基嘛，所以我们要跟这个退休的党工同仁讲你们将来做这个事情啊，很可能会轻者痛，仇者快啦，因为也分不到钱啦，钱党产会优先分走啦。所以我们要跟大家讲啦。这个代志法律我都解决啦，政治解决啦，年底投票让国民党赢啦，安尼大家拢有出路啦，我想爱安尼啦。国民党表示会当体谅退休的党工领袂到钱的心情，也将会持续甲退休的党工沟通，并希望因会当体谅国民党的困境。虽然市党部被大上封条，但伫咧拍卖进前，查封的不动产由原有债务人来保管使用。办公无受到影响。台南市吴国博弈采访报道。台南市警察局今年庆祝警察节，办理着关怀活动，号召着亲情好朋友甲志工拢总做伙来。上午伫咧第二分局，就来举办着关怀活动，吸引侪民众做伙响应。后个月6月15，就是一年一度的警察节。台南市警察兄弟伫即天，毋是欢喜庆祝，而是由各分局轮流主办关怀活动，号召管辖、义警等志工拢加入关怀行列。今年第二分局主办23号上午提早伫关怀中心行动，引起各界热情响应。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2分局举办捐血活动，这个活动是为了庆祝警察节，邀请各位民众来踊跃捐血。一方面是彰显警察热心公益，而且捐血救人，它的意义非常重大。以往的捐血大概都有200人左右，希望大家一起来捐血。根据了解，台南市警察节办关怀活动已经成为一种传统，而且一个分局平均嘛拢至少有100地会量，希望为歇热期间的欠会来尽一份心力。电新闻顾问及林根采访报道。中华医术科技大学上午举办着特殊教育学生奖助学金的颁发典礼，总共有131名身心障碍学生来得到。校方希望借由安尼的活动，互一寡克服着身体有欠缺的弱学生，拍拼学习的身心障碍学生一个正向的鼓励。弹奏着乌克丽丽，展现出因辛苦练习的成果。一寡身心障碍学生会当徛上舞台表演，比一般的人该付出较侪拍拼。中华艺术科技大学颁发特殊教育学生的助学金，就由着音乐甲舞动的表演来揭开序幕。中华艺术科技大学的校长曾信超，除了鼓励这寡特殊生，爱伫咧学习的路上继续向前迈进。另外一方面也颁发着助学金，为因献上祝福。只要我们努力，只要我们努力，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就像你们虽然那个先天有一些缺陷，但是只要我们努力，只要我们努力，没有什么不可能。每一位特殊学生拢颁发了1万至4万块不等的奖助学金，总金额239万。除了校长曾信超、市员曾王亚云也特别来到现场，替一寡特殊的学生加油打气，希望因会当伫咧学校学到较侪技能，开创未来更加丰富的人生。台南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嘉南药理大学参与管理系学生伫咧5月19号举办着第14届毕业新歌典，今年的主题是时光。一寡参与系毕业生用着实物来讲着属于因的大学时光，并且伫咧大礼堂也开了30外桌，邀请家长前来试看卖因的手艺。
嘉南夜里大学参与管理系毕业生歌典，用实物来描写出属于因的大学时光。这届因以着时光作为主题，呈现出毕业生一段精彩的学生经历，也伫大礼堂来办桌，煮出一道又搁一道美味的料理，要互家长留下美好幸福的回忆。这些餐饮的美味之外，我们在教学上面也要求学生注意到食材的安全与卫生。我们也鼓励学生们跨领域去学习。这些同学刚出去就业的时候，也许是从基层开始，但是我相信他们在学校的精实的训练，在工作现场的认真、努力、负责，他们很快的会有升迁好的表现。这时候，在学校所教的不仅只是烹饪的技术，还有管理的一些知识。跨领域的学习，让他们有比较宽广的视野。嘉南夜里大学参与管理系毕业生，分做厨艺专业的制作、烘焙专业的制作以及饮料调制。每一个学生拢扮演了伊家己应该负责角色，结合着理论甲实务、创意甲传统，全程拢精心设计，也安排了侪节目。参与系180位学生，伫咧实施进前，谈学校来举办了新歌典，也为因的学生生活留下了上界完美的句点。台湾新闻网1号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南区喜球万丰宫三府千岁圣诞，结合着高背景祝寿、顶庙会庆典以及喜事节的在地美食，对24号开始一连4天的时间，要举办着宗教文化甲在地市集的系列活动，邀请市民朋友共同参与。这几年南区喜球社区的喜事节，一直拢是游客非常喜爱的活动之一。现在嘛，将伫26号、27号盛大登场。因为配合万丰宫的三府千岁圣诞，所以庙方嘛结合区公所，对24号开始举办为期4天一系列的庆祝活动。除了有宗教的仪式以外，嘛结合艺文活动，内容非常丰富。咱这喜事节的活动是一个过去就是区公所拍来的基础，咱有这2档来，咱由交予咱万丰宫来经营了后，已经有相当的一个成就啦。咱每一礼拜，其相当拜6礼拜都拢有外地人来参观。咱希望把咱的喜事节活动去做较真好。咱有真侪咱在地产业的特色，伫即个喜事节内底拢展现出来，就是比如讲碗粿啦、米粉酥啦，还有咱的迄个小鱼包啦、小蔬菜包啦，即类的特色的产品拢伫喜事节拢会当展现。而且佫引进所有的文创产品来伫即个老街内底来展示，所以咱的漫游市集内底会当产生较正大的迄个回响，就是即个状况产生。咱今年都
就是伫拜六下晡，佮有2点到4点，咱有一个小小市集，伫咱楼梯内底一个表演厅，有幼稚园在做的环境花做出来，迄个一寡迄个个红菇粿啦，红菇迄个个爱伫遐做 DIY， 啊伫遐要现场来献卖来销卖，所以小朋友有偌过就会家己做 DIY 活动，啊这也是真，有咱的囡仔会当对地方的迄个个文化进一步了解。一开始由区公所所主办的喜事集，到后来社区做伙常务举办，成为市府甲民间合作上好的代表。未来社区嘛规划1个月1间的喜事集。要互游客更加熟悉这个充满特色的社区。陈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可能大家对着骨子的了解，就是骨头长去，或者是骨头脆去。不过骨头煞位虽然讲无明显，嘛算是骨子，所以就有医师来提醒，有的人只是手去挽着，结果无特别的痛痛，一直疏忽，拖到1冬了后，才发现是周状骨的骨子。真侪人受到外力冲击，第一时间拢用手去治疗。医生表示，有一位妹妹骑脚车受伤，伫2-3个月后，当所车伤拢好势，但只有手腕也是会痛，甚至感觉无力。不过因为外观拢好好，嘛无变形整痛，煞无注意，一直到当外看西医，才发现是周状骨的骨折。一般症状来讲的话呢，通常类似像这样周状骨骨折的病人来讲呢，通常一般如果没有合并其他的骨折，那他的手一般来讲通常只会有肿胀跟酸痛的部分，但它并不会有变形。那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民众才会觉得哦，这只是一般的扭伤而已。那一般如果说一直觉得长期觉得抓握无力，甚至于呢，在做手指头屈伸的动作，在伸展这个动作来讲，会觉得呢比较不利啊，比较会疼痛的话，那我们要高度的怀疑是不是有周状骨骨折的问题。开始无分年龄，真侪人拢有手腕顶关节钻着、绕着等情形，所以医生提醒，只要发生1-2个月拢无好，一定要到客家专科医生用影像检查，才安心，避免延误病情。但新闻官之林根采访报道。由客家委员会、台南市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甲本台合作推出的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这礼拜要来介绍到客家的音乐文化，即马就带观众朋友做伙来了解客家传统3大调当中的山歌子。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邓老师。大家好，我是小琪。小邓老师，今天我们摄影棚又好热闹哦。我们今天的单元应该是要介绍客家传统歌谣吧？哈哈，我们超过全部也好好自家天时后院，你爱来老观众朋友来介绍客家传统的散狗子。散狗子，什么是散狗子？散狗子啊，要有人称作是散狗子哈，因为有路散狗演变过来的哦。你客家散狗啊，要有人讲传统客家散大调，所以你嘅好好自家天时后院，是介绍过路散狗，根本也你出来介绍传统的客家散大调嘅散狗子。所以台湾啊，一般人还是以散狗来作为客家民谣嘅称呼，要有人讲采茶狗，也係講9強18條。哦，聽起來好有意思哦。係啊，采茶狗係因為客家民謠咯，3腳采茶戲，也就是客家傳統戲曲密不可分，9強18條。係形容客家嘅民謠曲調多，內容當豐富，
不过吃到出模样袅袅的乡土味，山歌的讲法还有意思。山歌呢，只是一种口唱的文化，所有的语、情、诗、文等等，都做得用青年四季来嘅形式直接来唱出来。客家的传统山歌真的很有文学性诶。记得之前我们节目就有介绍过老山歌，也是讲求一句7个字，4句呢就成一首山歌。小琴实在很强哦，错。你讲过山歌字呢，佢係由老山歌來變化過來嘅，佢嘅節奏呢就有客家地位哦。做唔到唱老山歌，按用嘅唱法按樣嗬，隨意來唱。山歌字也同樣，佢係曲調古聽，我嘅歌詞啊就冇限聽。哦，我已經迫不及待想要來聽山歌子的歌曲咯。冇問題啊！在你彈山歌子嘅歌曲之前呢，你要先嚟介紹歌詞哦。好。以下出嚟介紹山歌子嘅歌詞哦。客家山歌嘅傳統嘅山歌呢，佢係當有文學性嘅，佢嘅結構呢，老叻嘅題材啊。同樣係講求押韻哦，每一首都有詩句，每一句都係7隻詩，總共也係28隻詩。今本日來介紹兩個山歌子嘅歌詞就係：日落西山天安望，點起古燈照古房。夜裏相妹唔得暗，夜裏相妹難得講。阿哥有意莫有心，鐵창羅神修法真。阿哥係仙莫係真，真行散步先來情。哇，這根本就是一首情詩嘛！係呀，呢首歌詞啊，就係描寫男懂出腳嘅情愛，客家歌嘅情意是也係錯了味。時間嘅關係，你就先來彈山歌子嘅山歌咯。伫咧新闻的最後，趕快來關心氣象。明仔載天氣濟雲短暫轉好，溫度28度至31度，落雨幾率3成，海面平均風力4級到5級，上大陣風8級。感謝你來收看到5月23號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我是王祖和，咱再會。